文化部公布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，伫南管的领域，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陈燕珠老师，伊互人认定是南管的保存者。这个陈燕珠老师，伊接触南管已经有1甲子的时间，伊的演唱甲演奏嘛拢真有艺术性。新闻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伊的表演。那大比伯那用南管特色专辑曲唱出这条钢管段乐，陈燕珠老师就是文化部认定南管音乐重要的保存者。陈燕珠老师伫细汉时阵看电影，听到南管音乐就有兴趣，大汉拄到张丰明老师就开始学，到今已经60多档啊。老师上厉害就是唱曲，爱摕壁板是哪唱哪拍节奏，真有传统的韵味。传习伊的水谱曲拢是爱较大套。较大套迄有当时吼，真正足困难学，非常的珍贵，真正爱好好来甲保存，会当有接棒的人，有当有咱较少年的一代来甲咱连续落去。南管音乐是台湾重要的传统音乐，由唱曲的人摕皮唱曲，比白领奏，拢总是高位表演者。老师讲，南管音乐表演位置也真讲究，以唱曲的人为主，倒边是动小甲二弦，这边是比白甲3弦的表演者。演奏过程中，家己甲旋律的配合是真重要。因为南管吼，咱一个字拢有当时牵真长，你若叫无清楚吼，人都毋知听你咧唱啥货。所以本来南管本身就是无介好学的物件。陈燕珠老师讲，伊的文师张丰明老师过去也登录做南管音乐的保存者，可惜张老师已经过身。陈燕珠也正做文化部登录南管音乐唯一的保存者。即马伊伫台南高雄积极团结，毋望南管音乐的水会当永续流传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